呀，啲嘢正出聲啊，正出聲啊。哦，sorry，我冇明白，媽咪講 left hand drive 時，我媽咪講 side 啲 left side 是 left hand drive 是到啲車嚟講，呀 left hand drive 是到啲車。left drive 是講伊誒賽車嘅鏈是啲伊誒多手邊，多手邊嘅啫，嚇。Driver is right lah. Driver is side on the left lah. 嚇。Left hand drive, but they drive on the right. Yeah. The right. 阿龍任先生梅佬，因為小英啲面斜，意思佢出嚟查某是最最大。好朋友咯，就是個任先生最最。哎呀，各位聽眾，歡迎啦！我特登嚟邊學緊節吧，即係禮拜咧，我會今日嚟特別嘅邊嚟介紹隻老椒到啲英國英國中，歡迎英國中。Hello， 大家好。英國中嗰邊有嚴先生，英國中嘅嘛，歡迎嚴先生。嚴先生，我媽本是做先生，我爸本是做先生。Oh, that's good. 我媽只鹽本嚟，我媽要用白椒。我媽正到加起來是白椒只上嘅學生嘅好嘅學生。我性格係晒啊！我咪日日講嘅，好似福建嚟。一家啲大路，一家車啲大路。家啲培花做乜嘢？家啲Tenang Pula。Tenang oh 對。我爸正到把架先4時了到後尾伊退休到啲協和，小學協和。啊！歡迎任先生。了個有到啲不是到啲大陸嘅老椒嚇阿龍到啲大陸當嘅，咁你幫經常冇乜想咧？真是勁嘅，要我到啲新嘅所在嘛，當劍。新嘅所在，咁我聽你點先停車㗎？馬來西亞停車啫啊！再7點鐘，我當時10.4。快7點鐘啊！快我都冇多邊啦，冇多邊啦。嚟播個就得扮 music。都好在都好，係識教人講 greeting， 見啦講 greeting 嗰陣時。啊，對，你識講韓國呀？冇，我同你講，我用檳榔加韓國 combine 呢。哦，好食。嚟，當今晚hello嚟報告就都當然到啲得咯啊！我同你到啲，等下扮 music。嚟，我嚟報告啫。等個後調，阿龍，當今到啲得咯。我到啲金正恩嘅樓卡。金正恩嘅樓卡。嗰啲韓國呀，韓國了，人食個味道咧韓國。仲嗰邊有阿諗蛋就仲啊。嗰邊阿諗唔知話。嗰隻是蘑菇啦，蘑菇嗰邊就乜嘢？我聽到諗蛋哦。正規咯。是唔是正規先？你是正規先啊？車係阿諗。車裝係會。車係阿諗。你會呀？應該點？是我會點點。蘑菇會啦，定是。還沒熟，有時話咩？你聽沒有？biu 呢？就是你說咩？我溜掉。食番椒仔咯啊！好啦。OK，แล้วก็ตอนที่เป็นไง老椒回家歡迎 Hello， 歡迎大家好。回家咯，入到先都俾來冇。家都應該 OK。哦。咁咩別多啊？我未俾過。咁咩別多？你個談 something special 你個咋俾？我啲心冇去嘢個，冇隨後啲。對，嗱個講啦，阿佬。一條，我同你講，古貴嗱，冇嚟嘢個咯，冇計。我落掉，嗰邊落掉。哇，落掉嘛，個冇去嘢，咩嘢啦？佢嘢咧，你落雨咪先睇情嘛？誒，冇你。係咯。嘢咧情一落 promote 啫，就是嘅情一能夠嗌俾嘛。佢話我頭先落雨唔是咩情，佢話。我冇估，我聽到個女嘅叻啲部。你 mute 掉我聲，我啲隨播嘅 mute 嘅 button。OK。咩啊？誒，我冇。轉，你都叫嘢。嚇。咱對邊啲學緊讀講咩啊？Last time 我睇隨 history
到底去二8年、09年下，去找到对咧，無都冇咧嘛。有啊，但是你按怎聽你逐擺？我有聽只 focus iPhone 嚟講，有一個是找 history 啊。對佢講，你逐擺都是 iPhone 嚟聽是唔是 ？iPhone 嚟聽啊，你但是 iPhone 嚟聽呢，你就愛聽舊啦。你就到底去我本來學見嘅網頁係，因為我有另外一個 feed 是舊嘅 show 嘅咧。因為嗰陣網頁是要睇找嘛，你2.8年、2.9年冇得找冇你啊。這小並冇咩？你幫住 link 嘛？你到底這 website 哦，不是咩？等我找下。這可能 try 你家找嘅。哇，靠辦事啷個結發覺是，我俾佢，哎呦，死我不得腰喎。等陣我會就有事未到，我安尼回來啦，我本炸過來。炸咩？哎呦！你炸呀！我炸你。你話去請咗啲衫係，去一個韓國出名有一係騎嚟翕相應好玩。會使，我得下禮拜去。我地出名盡馬來西亞人本在就是看南嘅嘛。係啊，龍做咩 show 你旁鏡互我看到。你冇看到迄個物件就好了。咁數看到 monster 對咗嚟。有男仔點衰啊男仔！佢哋 warning 我叫我咪講話，叫我咪 comment 呢嘢旁鏡。見啊，韓國鬼未冇咧，韓國鬼未有計，佢有講韓國。我上次咱其實就唔係驚咯，咱去搞到很久個 corona，咱未好聽嘛。OK， 等陣剛俾介紹過，大媽開車介紹，那個有把你個來南西歡迎南西。大家好。แล้วก็大家好แล้วก็有大媽毛毛菇咯毛毛菇邊個冇必爆冇啊嚇歡迎毛毛菇就啲maybe 咩啲แล้วก็有ตัวที่ Skype 邊個ตัวlaptop歡迎聽到我嘛是咪？了 ，OK， 我特別注意看，這是不是？I do，但係我聽到聲是唔是 I do？這禮拜咧我咪講咧，就是。豆卡咯，本聽到咩？你好了。你咪就神實啲嗱，毛毛菇對嚟啊，毛毛菇。kick 一聲就是伊嘅。了。我砍掉 app 咪亂。砍掉咩？砍掉 icon 啊？我 restart。我 OK 啊，OK 了啊。OK 啊，冇事啦，你三面。你大媽自你掃到一麥呢？講幾咩？你厝下邊嘅，你厝你車攬個蛋個啊？哦咯，阿妹因是蛋啊，因是車蛋啊，伊厝攬蛋。哦。我厝攬埋兩就好啊。你隔壁啊？唔知，呢啲樓頂。你 send 我 message 下 me too， but 真係哦，這是頂打鼓嘅。OK， 我每個啷嘅即係禮拜咱要講話題咧，就是會講關係，咱本來學見本來學見啊，你拄到朋友啊，拄到人嘅事啊，無相點聲，無相事，拄到朋友都等陣上地多數卡來啊！Hello。將我 mute 掉啊 ，because 我接物件。OK， 感謝。TikTok， 成間毛毛菇咧嚇。唔是我啦。แล้ว OK， 等陣我同你講，但是兩張出邊住人有 Snapchat 嚟啊。對話到底 Snapchat 嚟啊？都係一人以 Snapchat 呢。呀 ，OK， 嗱，當今晚但是你是邊啲學人嚟聽講啊歡迎嚟個正，咁當今今晚係參加我人邊啲學人錄音啦嚇，嚟，所以我特地幫我人看我嘅 Snapchat 啦，那是人會直接要對話嘅呢，哎呦 somebody， 嗱，人要對話特地正。我哋YouTube 唔知叫咩 YouTube 會去看我嘅 Snapchat， 邊你到底邊咧學見到 comment 白嘢乜嘢，有你使 at 我到底一個兩個 Snapchat 去，佢嚟將正最邊人啊，將用 Snapchat，佢係少人計較用，老人用我正老人。哎呀，我咪是老人，我未曉 Snapchat 是咩？
我問未了。咱老人未曉住人有用 Snapchat 定？我在 Snapchat 特別冇用，因為上隻 app 上我買去 download 了啦。Snapchat 就出日本 Snapchat 就出日本啊，是你用你去。是咩來？即係 line 我早一時間 line 上嘅嘛 ，line 咁 similar，你可唔可以出邊嘛？Snapchat 是成個 Snap 是翕相應該 chat 是拍殼咁咯。所以咱講咩嚇？即係學掉，你啲話睇翕殼係咱講。翕光。hip hop，嗱福建話叫 hip hop，冷嘅福建話，冷嘅福建話，冷嘅本來福建 .com 嘅，唔係本來福建。冷嘅福建話叫hip hop，hip hop 咧咪是你若是有嚟講下，你使你諗去 download 啦，所以後我到底本來嘅是我係 Snapchat。我俾再講咯，南西你講 Snapchat 係一人用下，佢這是唔是較少人嘅人用？冇啊！我就係我auntie冇用嘅啊，有啊。哦。佢少年是幾歲？你少年是咩意思？少年是這邊甲我看伊是10幾歲，啊個12、13歲啦，比較12、13歲到 maybe 30歲，你看咯，用。啊，10幾歲冇人用啊。對 download，OK， 然後 OK， 我講就意思你這 show 下變做按照用 Snapchat，OK， Snapchat 教老人按照用 hip hop。啊，把你去 download 看啦。啊耶，教老人 download，真係出名嘅，我講聽啊，你做，係咪？按照做啊 login 啊 ，set up，sign up 咯，那是你冇 sign up， 啊，呢啲嘢。你需要人用哦？係咪嘅？你需要人用哦？有啊，甚地有啊。唔帶條字。你冇人。甚地冇人啊，薩瓦迪卡。我講聽啊，我第暑假我第暑假這是呢，這是一 filter。即隻啫。你話這是一個出面，你話我你看，咱看英國中，咱看英國中啊，你看起來咧呢邊。應該睇看起來個，咁樣看起來啊耶！餅你炒淡薄，餅到餅加餅，哇 ！OK， 咱直接要對話嘅人就看到淡薄英國中嘅。咩翕我小影啊？我變成個亂嘅呢？你咪是翕你亂咯，你知道咧？你變成亂嘅咧，你亂上呢邊啊？係啦。到底是亂還是變搬袂掉？我攞頂掉。OK 耶，咱今日若是咱有 Snapchat 人，看咩對話，你我個 Snap 個咱去咱使啊，我教咱安怎用啊，這就趣味嘅。英國中間南西雲你 ready 時啊，我教你啊。咱今日看到我 screen 嚟嚇。我啲經名翻起來。啊。EKD， 開車。啊，我用個 phone。哦，用第一款同你講，我就 OK，或者你去做啊，即係咩多數卡咩去做本啊，咁地。Because 啊，我當今計未記我 password ตัวกี่กด forgot password แล้วก็กี่อย่าตัวเป็นไว้ password ดิ OK， แล้วเราลองบน Snapchat หลังเรา當今聽到最 show 嘅หลัง我今日去慢慢去 download 啦，然後 download แล้ว我教你安怎用。你當叫我實用 Snapchat 領啊 ，because 我講我對別人嘅事啊，應該當我對別人嘅時候，我係 trip 嘅了後，我是用 Snapchat 去 document 啊。所以 Snapchat 我可能你 download 嘅時候，我可能講 Snapchat 上面乜嘢 ，Snapchat actually 是上個Twitter 上個Instagram 咧，特別你使翕 video，你使寫字，會使翕小影，然後呢，你放起嘢嗬，你放嘅物件，伊會直接4點鐘嘅，你知啊？所以伊直接4點鐘過嘢都冇去誒，所以若是講你要對外要做咩物件，是我要看人，若是講我成日要看，我要看多數卡到底上地做咩啦，我咪對咯。你伊翕係咩物件？若是伊個意見係冇去嘅時候嚇，翕小影嘅時伊是翕 video 啫，你我看嘅時候我哋到底接4點鐘裏面，你我哋看你人咯。誒頭頂你應該用嘅，我要看你啲韓國會。我聽先，我 download 嘅。
OK，我要看，那些攞咩對嚇？那些攞咩對之類啊？伊無凊彩愛到會除掉嘅咋？你咪再講伊名只，你個會除掉。แล้ว特別你愛互人看咩物件，你咪放咯。放咧是。我名互人用去咯。我名嘛像，但係我用。我臨世安尼看可不互人用去啊。哦。Ghost 南晒咯，誒我講聽啊，一項咧做咩事變咧好，我就 excited 變咧學見嚇，有一個 Snapchat 是因為，點知我講唔對嚇，我是唔是講，我講咩嚇？英國即頭頂我定住我講唔對啊，關係啊，我想講因為我時間變咧學見是因為人。甲人變得學見真正有意思誒，因為即個 Ghost 伊個 Snapchat 嘅 logo 是一隻鬼嘛，咱變得學見就當佢只講鬼故事嘛，咱有看到我到啲 website 放下個鬼嘅Snap code 咯，我 try 去，我找你變得學見嘅 website 互人看你個 Snap code，但我是即係你翕小影咧，你會寫字嘅成個。你應該捌看過，I think 你應該捌看過some social social media 嘅。所以我冇你教你一個 snap。哦，你 add 我了嘛？add 咗。安怎？because to go through 自己 contact 你看到我係嚇。because of phone number。我放你 access。我放你 access 起來。你使 add 人嚇，你使用 Snap code 嚟 add 人，揾你就。係咪是 Snap code？ 我忘你 code 啦，我俾你 add 到。嗱，我講聽你我 code 嚇，你可以看者，你人夾你行你嘅時候應該翕到啲邊，向你 camera， 你個手動者，你個手指掉，一對就除掉我咧。誒，梗係驗佔了，伊把手半愛係咪話？咩啊？佢講都 simple 啦，即係迄個啦。OK，見嘛，特別你應該愛啲 add 我了嘛，應該點數裏面 add 咯。特別你愛使 add 人，後你使很係啊。實確定人會 add 啊，應該點還是會 add 後點嘅時候咧，食幾件起來咧，我哋當就嚟啊。我做唔到呀，安怎你安怎用伊 video 嘅方？你我用 video 嘅 function 還是你用 video 嘅？哎呀，謝謝啊！我就 add 到。哦，這是 why。我 snap code 是。好啦，John show 者，我就 take video 者。OK，等陣，我你 log in 啊，你。啊，做到啦。係嗱。所以你人去迄個video，你就是第一刀咧，就是 video 嘅；第一件咕咧，就是video。誒，喂，你幫一刀塊就是翕小影，你幫啊第一條就是翕 video。哦 ，I see，OK。誒，我冇。我未啊，我學掉，等陣我特別除學掉，你有啲。press and hold friend snap code to add them. Yeah. Okay, so 安怎啊？你 hold。都是翕啊喂。翕啊 add 啦。OK，你那是這變做 snap code 嘅 glass 嘅 Snapchat 嘅 glass 嘅。誒，我未 add 到喎，add 到唔知你講咩？哦，你 app set up 未？你 log in 啊未㗎啦？有啦，我冇得做。OK，你看你去嘅時候，你搞你 page 嘅時候，講聽到你看下這裡啊，這裡你搞這 page 是這一 call 一粒咧，就是你係第一刀就是翕照小影咯，你撳咕就是翕 video，OK？然後你是正面，你看這人嘅 frame，你 imagine 啊，你我翕到當翕照。但我學你個，特別你會，我 Q 落來先，我 Q 落來你就翕一個嗱。你point 你 camera 咧後，你幫到啲white good 嚟，成日被掃啊呢，第了。Swipe for filter。哦，明白。哦，你唔是翕，你唔是第一粒咋，你唔是第一翕係一粒，你是第white good 嗰邊，你而家你 camera 咧照掉white good 你咋？
我明明你講成日等佢哋 QR code 啊嘛，但係對，特別你特別幫即係對。我幫你寫嘅時候，我都看到，有。有咧，除掉啦。I think 是除掉啦。I think。了，你人是了你看到咪 at 咯？但我咪過翕嘅話小聲冇水真嘅。冇喎，你全部就講。後條你話你會充電啊？冇啊，上住你啊。有你有上嘅號頭啦。冇 WhatsApp 是上號俾咯，我冇嘅。WhatsApp 上號俾計我哋話是佢咩？我俾你認為你嘅號頭是你嘅邊兩個號頭啦。WhatsApp 我是用上號俾。WhatsApp 啊？WhatsApp 我是用上號俾。應該係使啊？未咩？我唔知。我想俾啦。WhatsApp 係參加 Snapcode 啊？別，我講聽你啦，阿龍你記你過起來行就正啊，你佢識嘅啦咪 at 咯。OK， 我過起來先啊。我教你作用啊，我講聽啦，伊我哋話背。我看到了。這是啥？我教人這 Snapchat 嘅地圖哈 ，Snapchat 嘅地圖，人這 hip hop 嘅地圖就是咧，中午正就是你特別用嘅位咯。你頂面咧就是你嘅 Snapcode 位，你 Q 落來係了，就你 Q 落來，誒，is 你 Snapcode 就是到一邊，我你俾客人看你 Snapcode 是較大，你幫你 Snapcode 咋？對，當然我來 at 你，呀。我冇明白安怎成個看你嘅 Snapcode。用你嘅 Snapcode add 去落邊話，我冇明白安怎做。龍較懸啦冇，較懸啦。because 驗照病啊，我看我係 add 你嘅，特別我未曉做啦，就是。龍較懸啦冇 ，because 較驚咧，你 user 你Google Hangout 要得雜掉 ，OK。OK， 除咗你啊。公司啊。Add friend，耶！咱邊咧學見咱就要做一段嘅，咱邊咧學見嘅人，咁咱家叫就是hip hop 嘅。Add friends, add by Snapcode 啊。add by Snapcode，乜 add by Snapcode 是講你有 screen capture 到你 phone 嘅位，你會使乜？screen capture，所以安怎用伊嘅 ？OK 啦，我教你啊，我教你到底因為老做咯，咱邊咧學見咧，就來咧你嘢。OK，咱就咱就你。所以你是話 screen 睇下 add by。No， 按照我翕表，我刪好路，我是安怎呢？你被 at 人啊？係咪？你被我 at 路嘛，不過我愛刪好路咧。我係啲 at 你啊 ，because 你 at 我係時我係使經 at。你看到我咧嘛？嗬，我刪好路。我看到，when 你人 at 我嘅時候，我係看到人嘅，所以我係使 at 人對咯。所以應該叫我教你啊，你被 at 人嘅時候，你去你嘅 normal 嘅 screen， 你 neutral 中央嘅 screen 啊，係咪啊 ？screen OK。And then 你看到你人嘅角嘅時候，那些就是我手是你角啦，你對你手安尼綁掉 screen， 綁住一家砰啊，係咪砰啊咁嘅。OK， 後條你使驗你嘅 Snapcode 起來未？都你講未？我Snapcode setter 咧嘛，搞掂咩？Snapcode 龍啦 ，Snapcode 安怎講啊？ OK，等陣，我做一個。翕點。我唔是，嗰是號名咩？翕名。特別咱這是一點嘛，咱看幾點。翕號好聽啊。這成翕號啊？暗號嘛 ，password。對。翕號咱係你幾個落海幾落雪。key how。Oh yes。add friend。耶 ！OK， 所以咱若是到底當然聽到本來學嘅誒幫一人嗬，咱會使過去到底本來學嘅 .com 嘅幫一會看，我特大 show 嘅時候我 post Snapcode 到底係邊個，咱使去 add 我到底係邊，然後咱咪載別人嘅成個阿龍呀，成個後雕呀，無阿龍就是後雕，咪載南西啊，咱會使教我講，是咱會使去 YouTube 位，咱去 YouTube 位看，到底 YouTube 嘅位咱就會使用伊個 Snapcode 來
at 人啊，嗰另外一個安怎 at 人，你真係無常嘅辦法 at 人嘅咋？你 at 人嘅時，你使成日淡啊，你使講你看到一個人嘅 snap 啦，特別你無去開你 Snapchat 嘅 app 嚇，你翕條小影起來啦，然後你使接去你 Snapchat 嘅位頂面嘅位，北方嘅，嚇，咱講北方、西方、南方。無看到阿龍嘅，阿龍是叫我 invite 喎，唔是叫我 at 喎。好。係咪件你講？阿龍你 at 唔使未？阿龍應該我冇 save，阿龍我有嘅是 Malaysia number，但係我 save 面 number 係 Korea number 先。你嘛？你使用你 Snapchat 啦。我用 Snapchat 啫嘛。伊 username 是叫咩？你看 username 未使，特別你使叫伊夾起來咯，阿龍佢夾起來。等陣，跟住輪嘅咯。人去南方，人去南啊不去北方，北方位哈，關南波龍。Yeah, good。人去北方。去 house 是唔是？你免 Q， 你用到啲你攝小影嘅 screen 位。你係照伊哈，我看到 somebody at 你，我唔知是覺得定。是咩？哇！你好陪超水啊喂！我baru 加一個，我 baru 加一個 snap 一個，伊無加好記號啊，加好順格跟咪咕跟無白。你使加 ，OK， 你兩行看嚟加啦，但係講你翕啊，是你翕啊，你俾確下，你翕嘅物件，你愛加好啊，你就愛經就一人愛加，一人未使，啊是你使加啲佢你告訴嘅位。啲 story 嘅，但是你下啲佢啲告訴嘅位嚇，就是講伊變做假人會看到，有 app 你人就會看到咯。後面是 Team Snapchat 是後面啦。Team Snapchat 是讓 Snapchat support 嘅，讓 admin 讓 welcome 你嘅可能。哦 ，OK，so 咦，南西水啊，南西。你看到啊？耶！你說伊啦，你說我說未到。哎呀，我看南西，我特別 screenshot 這個誒 ，because 伊個無嘢。你做咩你本來我見你惡氣看未到你變嘢啊？但係有咩冇咩？啊，有啦。南西 at 到人未？南西 at 緊人未？我 at 到你啊，我冇看到阿龍嘅。哎喲！你我去 WhatsApp save 咗 number 先啦。你到底 Snapchat 下，你就免用 number 本嘢啦嘛，你用啲code對嘅，還是你在名咧？我教你就用啦，你梗係曉老人，南西人你特別，你看你screen 嘅時啊，你看到我，你特別未看到我啩？啊看啊，肯定啊，你在那 screen 嘅時候，你到 DJ screen 啊，咱這是動物啦，咱這是動物。你去動物嘅 screen 嘅時候，你這些我這是我角啦，這我手是你角係啊，但係攏嘅起來，你定咧綁掉伊，你看伊出icon 咧，砰嘅係了，伊 icon 砰，伊就是 scan 伊角，when 你 scan 條角嘅時候，對攏對跳起來啊，然後你特別定 add 入去就對，攏來個知道？我諗使做。เราไปshow เรา嘅 snap กด嘅時候，เรา特別去你正面嘅鬼你北方嘅。อันนี้ steady 啊，我知啊，就除掉阿龍。啊，等陣等佢除掉依個結局先，去北方嘅，拖落來。哦。你到底中午嘅時候，你使拖較懸就冇咯。有咪咕，你係做工嘅會真係大勁咯。哈，攏佢看到我做工嘅。我係實對，你條我開始去大陸門去站班啦，冇啦，望翕曬放出來。OK，我講聽，我若是對我嘅人係，我係使去看我嘅 snap 位，我係使去看我嘅 snap 位阿龍嘅，然後我就使去 add 伊度入面。啊，你使做 screenshot，我要做 screenshot 咪先哦。但係你看到我long screenshot long snap 過咧嚇，讓別人對我嘅人嚇，讓對使用你看到阿龍嘅snap 過嘅時，你使 screenshot 即期嘅時候，我教人這本就出別。After 你 screenshot 啦，了嚇，你使用 add by snap code 啦，實同埋人講啦，你 add 你拖落來去北方咧是 add friends，你去 add friends。
北方去你北平啊，正啊北平頂面咪去北哦，北方啊南方南西啲啊，東。面林仔啲，面啊嘛，就是on top 咯。南西啲是北角12點去3點到6點。แล้ว你ขี่北方頂面咧嗬？啊，我拖落嚟嘛，我就。啊，所以你拖落嚟啊嗬，你係 after 你翕了人啊。After 你翕 add friends, my friends。你係 add by Snapcode 係咯 ？add by Snapcode 咧，一直接佢啲 camera roll 嚟。你接佢啲 camera roll 嚟啊，所以你到啲 camera roll 嚟嚇，你哋看到，嗱是講，你看到下邊你翕掉 Snapcode 嚇，你去幫你 Snapcode 嚇，佢就 automatically add 你嘅，即係勁嘅。哦，OK。所以先，你 let's say 我幫我 feature 嚇，我咪去對阿龍嘅人嚇，咁了 ，OK， 當今南西咧，我看你個了即係英國地方，我看你個。啊！日本囝有 Snapchat 哦。冇啊，我嚟日本嘅，佢明軍喎。OK，我已經是知我嘅小英迄啲 Snapchat 嘅小英咯。嚇。伊來一隻龜咯，一個耶，迄個龜咯。嚇。then 安怎龜後？你老人啊！你要做咩？你要講你要做咩性能嘅？唔知啊，一邊一個耶龜咯，一個 win 嘅龜咯，嚇咯，然後倒對出去啊！安尼看你龜啊，是唔是呢？咁樣OK， 英國點啊？你驚較懸淡薄？較遠淡薄，較遠淡薄。我未數類 ，because 我用掉我電話。哦。我用掉我電話。我把錄咗，我用掉我電話。其等陣啊。特別啦，係看掉我 Snapchat 啦。OK， 我已經OK， 這是英國，等陣我係英國點 EKD， 然後人老咗啊 ，OK， 人後尾嚟聽到這 show 時，我問這 show 辦事，我看人隔離有新嘅朋友啊。我是想講，趣味嘛，幫人去但係我講 snap， 我你 screenshot 我 feel 到我冇變逼，我唔知攞變逼哦，攞 screenshot 攞變逼哦。要只辦法 at 人嘅 Snapcode 啦，你知啊？你使用只部上辦法嚟 at 人嘅 Snapcode。頭先就是特晚，就是講我 show 你嘅 Snapcode 嚟講，你使舉你 camera 位下，一頭幫佢咧，一攞嚟 call 就掃啊，對接嚟啊，一攞嚟 call 掃對 at 掉咯。然後第二嘅辦法咧，就是嗱是你要做，嗱先講我俾介紹人，你去當今去我 Snap 嘅告訴佢下，你我係即 keep call 嘅告訴入面咧，一對講你看我頂到嘅，我係亂成啊，點解就 Snapcode 啊，龍嘅 Snapcode 加英國中嘅 Snapcode 到底我係告訴佢嘛？但是你看到你被 at 伊嚟講下，你 because 你看到我係告訴，所以你被掃伊咋？特別你使做 screenshot， 浪在 screenshot 嘛，然後到底 iPhone 咧是。即係 home 機嘅即係包誒嘛 screenshot 咯。when 你 screenshot at 你時，伊是唔是只係 camera roll 嚟對？翕到啲啲小影嚟㗎，只係啲 camera roll 嚟。然後你使會 at 人後，你使到啲 Snapchat 入面 at by Snapcode 咧嚇，然後接佢入面，伊 automatically 接佢係你 camera roll 嚟咋。所以到啲 camera roll 咧，我靠你看陣，你當然接佢到啲咧 at by friends。Oh shit！ 唔是。at friends 咧是 at by Snapcode。when 你做 at by Snapcode 是 automatically 接住 camera roll 嚟。有啲看我當然我係 camera roll 嚟後，我係看到即係即係人咧，先我做隻 screenshot 啦。我看到你在 camera roll 咪是關係看到你看住就掉咯，對唔對？when 你到啲 Snapchat 入面接住 camera roll 時候，我當即係人嚇，我當隻 screenshot， 我當呢隻scan 佢哋咯。scan 咧當然隻人起來咧，就話 at 伊，然後突然間就 at 伊咯。所以你使翕相影人嘅 Snapcode 咧，是慢慢對去 at 人這樣子人。OK， 當然咧使점10分。咁我咪講話即係想幫佢其實有新嘅人對人嚇，because 佢嗱聽只這邊咧學嘅你聽就已經有對話咧，到啲正嘅 Snapchat 嚟。
所以人啊，但是未曉嘅人咧，對話咧是我教你一樣。比較少做，我看到人個了，咁唔是人會看到我嗱，我可以看到人愛做下面物件，幫曬幫住我冇看到。I mean 問你幫嘅時啊，你唔是，唔是 automatically 嘅叫你幫曬幫住。แล้วพอมาขี่แล้วสั่งเรา去จัดดินเนอร์สิอ่ะทำไมไม่สิเราก็เราใส่ snap แล้วเราใส่ตัวจะเป็นให้เขาเกินกับกี้กันแล้วเลยขอเดียวยังก็เราที่ที่โถ都ขอกันแล้วเราเดี๋ยวไม่ให้ก็เดี๋ยว咁咧冇講話哦，你過我哋超正啊！後面講話嘅白人啊，咁咧冇講話咧。係啦，咁啊所以超正嘅。怎麼看阿龍叫啊？咪啊，阿龍我唔覺看到你好啊。係咪要聲先？我冇阿龍嘅小英出邊㗎。你怎麼唔識？你怎麼你來是你看啊？咪叫安怎看人叫你？哦 ，I know why，我知做咩事？南西邊，南西到底一點話會。南西，對，那邊就做 screenshot 南西。你幫你去我 story 位，特別問來小啲，你要去個 story，到底當正邊？正邊。東方啊，東啊是東啊。東方去東方。東方是得咯，正邊啦。正邊 ，then 你嘅 story 是 recent update。嚇，你去對嚇，你去看，when 你看到阿龍嘅邊時，你可唔可以做 screenshot？Tap to skip a snap or swipe to skip a snap pull down 冇哦，我看到你邊。我只字嘛，我係入時針精嘅物件只字嘛。梗係流冷呢。是唔係你只對曉啊？我嘛是，我嘛你個實用嚟本嘅。แล้ว你ขี่ฟังค่ะแล้ว你ใช้บองจะ你係 skip 嘅嗬，你ใช้ตองจะ做 skip 嘅你講啦。你看到阿龍嘅時你做 screenshot。哇，你自來就是妖。是哦，你真係看到喵啊，阿仔嗰度喎。阿仔十八個。OK，我看到阿龍了，所以我就看到應該條。screenshot，咁樣 screenshot，看到阿龍嘅時 screenshot。OK，了阿龍嘅本。แล้วเขาเองก็เดียวมันมิสช็อตฮะคุยได้อารมณ์อารมณ์มิสเดียวเฮียก็แต่เพลย์ก็ล็อกเอเต้ฮะก็ได้สตาร์自己梗係冇影了ทำไซ梗係กลับกลับบุญ應該個朋友即係特別盤你叫你朋友教你啊你好你朋友叫你朋友聽邊嚟學嘅啦幾對啊我手冇變咯，係咪？哦，你特別特別咧學勁教你教教，你家去教你朋友係咪？最主要我係先啊。Sorry，是話。啊。我啲看到你 post。哦。搞掂啦。你 add by snap 個 add by snap 個未 ？add by snap 個啦。好啦，耶！邊嚟學勁呢？邊嚟學勁呢？แล้วลองขอเดี๋ยวลองจะ講佢เป็น學嘅ทาง南西啊，你เป็น學嘅網頁啦，攞啊是應該點攏佢เป็น學嘅網頁，你對佢哋我做一隻新嘅啊嘛，攞佢哋我新嘅即係เป็น學嘅 snap 個咯，幾嘢？我諗看啊，我都看到。嗰陣時只幾嘢，就是咧應該點你佢เป็น學嘅嗱看網頁，你後你去 scroll 大淡薄，你對看到你เป็น學嘅呢。看到啦，係啦，就是我上個我唔知係你是係咪來，我看到啦，我唔知是係咪來看到，睇下我知啦嘛。我知，但係去車講做咩事？係你 date 冇去啊？嚇，你定到時你是講你使除你 date 嘅之類。對。OK，我去講下我係 fix。OK，特別啦，講到啲咧正話題，嗱當今哇，我對你人咧。普羅。普羅盡羅鬧，嗱當見下，嗱佢個人教會嘢咯，嗱當我是特別咧講當見摩登嘅人下，拄到人嘅時係咪你 snap 嗰陣咩？冇咯，佢咪你所以冇人做，冇咩？啲個呢個死嘅人咧，唔係自己嘅講 ，private 你下意思係講。
你冇ยัง冇 WhatsApp 嘅，ยัง冇用即係我用 Korean 嚟嘅。嚇，ยัง講用 Line 啦，係啊，用 Line 啦。冇，ยัง冇用 Line 呢，ยัง用 KakaoTalk 誒，依個嘅 interface Korean 呢。哦。Line 不是伊朗嘅嘛，唔是咩 ？Line 唔是咧日本嘅。哦。哦。咁你因為真係 Line 嘅鋪頭嘅，真係出味啊！你 OK，所以當今後我會講咱卡頂到卡咱拄着人是福建話，咱拄當今少年記嘅啦，再講啊，平時咱當今 daily，但係拄到都係賣有問題啊。嚇，我買有問題啊，是對嚇。哦，你但係你冇意思啊？嚇，當今咩？當今嘅故事，是咩？阿媽，我冇啊，我聽到冇啊。佢就會講符號嗎 ？Skype 有等嘅聲。哦，等陣我講下喂。我阿龍叫咩龍？紫菜。哦，冇人唔是紫菜啦，呢個叫咩？紫菜嘛叫。是紫菜，西米嘛紫菜嘛。當年個亂哦，當年個是啥？OK。我食紫菜，我garing嘅啊。我驚係 favorite 嚟哦。咱去檳城特別去 supermarket 買嘛，我咧這就是用嘅半山炸雞現時補出來嘅。哦。誒啦，當今我後面做我韓國。我冇做，誒，我講啊，我做緊啊，雜人啦，雜陣子啦，佢講，哎呀，做可以做啦，做到未做，我驚住佢，我講。是咩？我冇拿晒。你唔知是唔是？攞後面攞是幾多？33啊！你要諗你先十八變零就咁嗰邊動嗰陣，講前日就做嗰度，你都是上嘛，33。特別 feeling 冇上嘅。I think 是以 humidity 嘅上。yang kata，拉個淡，yang kata。變零就攝做一邊做嗰個做去嘅。黏咩？樣被黏咩？今日啊，我諗這邊99度，特別 feel 係107。我要笑。嚇！汪精90個度嘛 ，feel like 40度嘅。只有 hip 嘅數咧。 The northern part of US 大陸會說是7-8級啊。特別我唔知 US 啊，特別去 Korea 這邊因為你叫咩名？MRT，因為 MRT 真係濟嘛，所以放假咧，覺得自己一定你就冇拿到就做咧。哦，零嘅數啊！你只講嘛，你只落嘅一定係做零嘅。你是講落頭看啦？落頭看咯。你叫地極嘅。地極。就是我哥吧，路對埋 Las Vegas 伊人講病100度，100邊啊伊人入去伊個大鏡嘅時候，伊冷氣安尼大力啊，伊人冷個鬼頭啊。準。我不如飛過時會去 Las Vegas。我冇見去 Las Vegas，我冇時間你看所在。我 actually 我是去是 for 我有做 convention 咯。你去白雕？冇我去 convention 啊，我飛過一個 Asian American 嘅 convention。有可能要講啊，是咪？你講係咪講VidCon啊 ？VidCon 啊，我 VidCon 過啊 ，VidCon 過冇嘅時候就去啊。好啦，我啲隊你去啦，甲你會過我看到。下次我 snap 就接嘛，下次。แล้วFacebook Live 冇啦。แล้วOK snap 當見咱講咱正人嘅是 Snapchat 啦嚇，咱拄着人是咱叫咩？咱講咩？看者。Snap 佢叫咩 ？Hello。隻巴貝。隻巴貝是第一。我們啊。普通嘅。好射波。我唔捌聽到人講牛雜。牛雜喎，炸 Q 人講牛雜，人講牛雜。牛雜是炸 Q 線嚟講是。炸 Q 線嘅。咁即我同你講啦，我有教佢福建話嘛，我教福建話教佢人哋接哪嘅雜貨嘛。我教講 Good morning 就是叫做牛雜，然後冇 Good afternoon 冇 Good night 嘅，因為這是我家己生出來話嘅。因為阮福建人，今日就係講早起來嘅人是狗嘅。骨力做工嘛，所以是搞嘅。所以我就看住人就講，嘿，牛雜，Apple 市咧，個阿妹咧，我無肯你嚟傻，點樣講？嗰啲 Apple 市咧，佢就講一巴貝。
我講當今有陣時人時拄到面咧，因為你，嘿安怎啊？安怎啊？對，好笑，好笑，好笑，對。所以你講我嚟個 Korea 咧，我朋友仔講我嚟 Korea 嘛。我是冇可能講，我暫時禮拜我係走正，我較好，我朋友仔咧，大家看到度，安妮好笑，安妮好笑。對咯，對。Actually 啊，人講到安妮好笑嚇，是我這邊我個嘅小調啦是我自己是我去食物件，一間菜館嚟食物件。伊是只人食誒，咧伊特別做工人是間是唔知是 Mexican 還是 Colombian 我唔知。伊講伊特別看到我係就講，安妞哈笑。咧是我奇怪咧，就我爸人跟佢過來，我去想到安怎伊會知人是客人？伊叫安妞啊，安妞。因為個安妞好笑哦，咁咪話安妞個仔咧又講客家話，佢又講客話，安妞啊，因為安妞咪是安怎啦對，安怎好笑，安妞好笑，就是韓國話咯嚇。對，特別韓國話咧，安妞就是好笑意思誒。安妞就是安妞就是in peace 啦 ，good 啦，好嘅意思啊，好嘅意思，好，安妞。所以人每都安妞好笑，安妞好笑是你講安妞啊？冇，袂使安妞好笑是有理所人講嘅，安妞是甲好朋友之間講嘅 impolite，所以我特早去家店鋪做工咧，我較濟本是準時到寫字樓嘅嘛，就去啦坐落來咧，即係有別人一來兩度，安妞好笑，安妞好笑。規早起9點半到9點9個字之間咧，都會睇到真係一人起起落落，就啲安妞好笑，耶，安妞好笑，哇，安妞有理所啊！真有理所，因入門啊，看到嗰啲 building 頭前嗰啲 security uncle 啊，但係人家啲本是該行咧，安妞好笑。哦，因為講教嚟字。講教嚟字咯。所以開會就要10點開咯。9點半就講這類事講到10點。半點鐘行咧，你半點鐘。我講連頭家揾嘅 CEO 之類本事呢度 ，CEO 行之類本事行咧度，後面伊無成個日本啦，伊面講真係好，伊唔是你看呐，伊即啥子啊，行個有少點頭者，大人本點頭者咧，你要者。哇，小哦，你很好啊。你去大陸會不成你看呢？對。伊無成個人邊就凊彩嘛，伊啷當真將食物件，你就去菜館啊，你行入去裏面啊，你就行入去聽一段，你好笑啊，較緊就來坐，你坐落來食物件，食了了嗬，你走點勢講，好好行，慢慢行，你好笑，耶，你好笑，耶，安怎講啊？好慢慢行，慢慢行是安樣去卡車喲，安樣去卡車喲，就我同你講啦，老實講啦，因為人嘅話，你再講有一個理所咧嘛，你再來講啊。你啥只講就使咧，人再講你有迄個意思就對咧，所以你拄着老師，你說，你邊有，你直拄着老娘，你係咪有係啦？安就鬼怪呢，你直都驚話咯，奇怪啦，因為你硬我。成個去上地時，真正係變成咗卡地咯。卡咗了。對門你想嘛想，佢哋日本阿姐啊，伊拉西馬聲，最誒好好貴句講嘅了，你就日本人點樣特別啦，福建話係安尼頂啊，所以啦，名人嚟實講嘅了，好笑。我食食包妹，安怎？安怎啊？我是安怎？一包安怎好 ？OK 哦。安怎較輕鬆啦？好食哦。好食哦。有人知無？一包做咩爛？做咩爛？冇。唔知，故事攞你大波嘅查某唔講嘅，一班有人教過。對。有人教過。個一下邊嘅。一班有人教過。Hello。不啦真嘅，不啦真嘅嚟啊！不啦真嘅你估冇嚟，我未記你名係啊。鬥幾啊？ Sorry 啊，我
我15擺本無拄着點聲做工。哦，那乖，做工啊，我 weekend 做工嘛，你 weekend 過來報我就拄袂着點。你做咩？你做咩工嚟？普通工嘅咯。我啦 weekend 做 part time 嘛，春嘅做別行。你 Snapchat 啊？Snapchat 冇啊，你 send 你個了未㗎？我估無找拄人啊，我把你甲看到你喂 email 彈來甲我講人 live 啫。That's right。你是 email 是你 YouTube 會教你啊？我冇我啲喂 computer 喂 Mac 佢困出來嘅。係啦，意思即係見到彈出來啊！伊講你叫做 hang out 今天我見啲 live 條都愛來 join 咪，哎呦我冇得看到你啊！等到你 notification 就是講下，讓阿未到啲 YouTube 會 subscribe 到邊咧學見嘅 channel 下，你使到啲 YouTube 嘅channel subscribe 下，你使叫 turn on notification 話 live 嘅時候，你 automatically turn notification 啊。我就是我家己跳出來。我咪係跳出來，啊無啊，我完全唔知，我根本冇去，我唔是買開啊，我完全都未到點聲。唔要緊，你去 download Snapchat 啦，我同你 start 這邊咧學嘅。我見佢 from Google Hangout 刷去 Snapchat 啊，唔是刷去，佢打是 Skype 嘅，佢打是啲 Skype 我慢慢刷嚟。我唔是刷，我驚啊，我 Skype 有個 ，Google Hangout 有個。特別冷當兼用嘅較直啲是啲 Hangout 你仲是刷過來啊，我冚唪唥都未刷去邊。對啦 ，Snapchat 是你邊落音嘅事，邊落音嘅事。你小人冇用 Snapchat， 英國冇乜用 Snapchat 上邊。冇啊，冇乜用 Snapchat。哎呦，嗱 Snapchat 我哋邊。但係咱講到句，我第一時間講蝦米蛙歌。啊！對。蝦米蛙歌，有影是蝦米意思咧嚇？蝦米？蝦米蛙歌是講這是蝦米物件啊？嚇，這是蝦米嚇？對。你話你蛙歌是蝦米啊？蛙歌是知物件嗎？知物件嚇。你講你講咩？你家寶貝你 perplex 是你講咩蛙歌？你講咩蛙歌？你冇知過蛙歌咩？我唔知蛙歌成日本人講啊。你蛙歌都唔知，佢哋蛙歌嘛是缽仔糕啊？那邊咧，個食啊青食嘢，係啦，對面三樣。哦，係你食過佢，係你食過佢水啊？佢水啊！佢水嘛就，你啱你叫蛙哥。哦，蛙哥，because 係用蛙做嘅就。係啦，佢哋個條 jelly 啊，你講。啥 jelly 啊？對啦，特別咧 QQ。係啦 ，QQ 啊，你講。QQ 唔是 QQ。QQ 是 LGBTQ 是叫 QQ。係你是你家己講嘅，還是真嘅？我家己講啦，特別我家己講，我會使做做 official 嘅 ，because 咱都冇話嘛。Anyway，咱咪起一個 association 起來啊！我哋有啦，你問試下有咧，我是 secretary 嚟 ，hello， 我知。阿 John 是 one committee member 嚟 ，OK。creator 嘛，你俾佢 standardize。我是伊個 marketing 嘅。嗱，你是 marketing 嘅，你是 trend inventor 嚟。trend 當嘅 Snapchat 啦，你在 Snapchat 啦，每個不落陣機看，在學緊話 Snapchat 叫咩？未曉啊！你看人嘅單來啊，單。我單。係電腦嘅單，印出來啊！叫我咧，我 print 出。耶！應該叫我看一擺，我看一支啫。What's the date？ 9月11號啦，9月11號啊！你哋是背。我做 bank transfer 和咁配，แล้วอีกอย่างว่าที่ว่า WhatsApp， 所以ว่า WhatsApp 出來我 print 出啦。特別前兩個講話咧，我未記起，แล้ว但係是用啲去做 Snapchat 嘅地方，有嘢話，所以我 print 出啦頭先。哦，我俾時候啦，第時對啦，就是人買 T-shirt 本時荷綠咧正古過嚟嘅。阿 John 啲是，一兩日湊到啊！媽咪，老張機。你對家去馬來西亞你第時飛到對美國？
你接2號接3號對，走。我看日子啫。我交過1號應該交邊嚟嘅？哦，英國對咩？英國點較晚了冇？交過 something？ 哎呦，都袂着。來，你背下日子，可能我人可能了。你嚟邊個啊？無啦，對馬來西亞。哦，交過1號咧，交過11號嚟 dinner 啦。我日日經交過，特別我可能都袂着，哎呦。交過11號 dinner 你咁，我對嘅時我梗會走就咯。你對嘅下日子我梗會背。哦 ，I see，你較晚交過較晚。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มันมีหอลังก็ตู้เดียวละตู้เดียวลังอันจ้าก้องลังก้องจะป้าบ่อยสิเสด็จนี่ใส่กิษยาอย่างไม่ใส่จะป้าบ่อยกิษยาอย่างไม่ใส่เสียลัง真正好食的搞出咱可以讲一百倍，唔是讲好食啦，咱是成日讲你有趁食就是好食啦，咱是不是？有趁食是好事的嘛。啊，那古早人做工拍拼无食无力嘛。啊，食都是好啊。有食物件咱无讲着。哈，即个物件个了是含味来，咱拄到面要讲嘅物件是含味来。拄到面要做面，拄到面要有理数嘅人嘛是要安怎？拍照好。exactly 搞拍照好，特別有一個較正宗嘅杯叫做小椒梅。哦，小椒梅對。乜嘢？小椒梅咪是 greeting 咯，你邊 greet 人咪是拄到面就小椒梅啊。小椒梅。係咪意思小椒杯就是滷食啊，唔是叫 greeting 唔是椰子咯，就是 greet 咯，就是 greet 嘅意思咯。係你 term 嚟 term 嘅。就是就是拍照好咯，拍照好就是小椒梅咯。拍照好小椒梅我俾佢拍照好卡，拍照好加華語就冇咯。我有唔捌聽過呢種。小椒梅，成個梅換梅對唔對？對。小椒梅小什麼小？唔是椒梅咗，是椒梅咗。哦，椒，因為椒互相啊香啊，互相啊燒。啊，小椒梅。小椒梅燒是香啊，香啊對，小椒梅，小椒梅。哦，椒梅。啊，什麼意思？椒梅是什麼意思 ？Sorry， 我 greeting 啦 ，greet 啦 ，to greet is 椒梅。小椒梅就是 greet each other 意思啊。就是拍照好意思咯。這是福建話。我只是法國話嚟。對。你咪就係覺得更加 confuse 啊！呢個變成啊，本領啊！你個法國話嚟。你個暗行。哇！你話 sexy 我隻度傻卡啦。我 camera 唔是冇。看緊了而家，看緊了而家。哦，一條一條，我都未看到呢個頭。แล้วจะ講小椒梅，我 actually 唔biết曉，所以我隻 title 就是hip hop 小椒梅。小椒梅我冇話學到。你看人嘅culture，你小椒梅，你聽伊講下面你會明白伊人是講下面要緊，學唐人啊，我成日唐人啊，食是要緊，所以人講你食飽未？特別食家人講即個猶太人啊，啲人講你做女無，賺女無？有影咩？有啊，我捌聽到啲紐約嗰邊。安怎伊講咩？伊講成個house business。哦。成呢好，有嘛啦？有講嘛？成呢好。咁啊，成好笑咯。好成呢喎。又好笑本嚟，還沒看，我還沒看頭。特包拄咗咪看頭先啦。我還沒看頭哦。係啊，叫咩名？冇看頭啊，冇長頭啊。冇看頭，長頭。特包講有釣字無？你釣哦，你下面人有釣無？哦，你有本。好，講咩？有看頭，我還沒看頭，嚇，我未釣，我還沒看頭。
安怎无幫人梅啊？你做愛無？我估，顧住你個優惠除咗，你講都條朋友行飲出嚟啲呢店啊，是你做啊？哇，下面烘吹到嚟，下面烘吹到嚟，哇，下面烘吹到嚟，你咪是 hip hop 嘅，咪是你北烘嘅拖落嚟啊？對啊，實個，佢哋講，我垃圾講好難急讀啊！係咪人講夫人啊？講好難急讀，講夫人講。講時，你仲未死啊？我見咪住人講，佢未死嘅咩？你前日夫人嘅咧講嘅咩？哦，你講嘅，哎呦，你而家叫我咪少人講嘅啲朋友隔咗嚟扮你啊！估到嘅，咁咩佢未知嘅咯？英國一人半講，英國一人講，你看伊個鳥拖係咪接？看伊鳥拖係咪接 ？Look what the cat dragged in。哦，天鳥出。係啦，就是成個陀螺淡薄啦。哦。你係講把你話cat 話是就話是海南話那 great 啊？哎呦，海南話本是講，都無講嘅話，你問哪係啊？即係是 out of 你校長嘅 feel 啦。冇，我是海南人嘅喎。嗱，海南人講啊。巴本。巴貝，佢講不是講食巴貝咯？啊。要巴貝。食巴本啊？你本是海南人咩？啊，即多少卡？唔是，我是潮州。潮州本是食巴貝啊？我不要講我爸啦，我爸要講嘅。潮州話是食成日講啊？食飯咯啊！食飯是背啦。啊，飯是飯咯。巴。食飯。我唔會曉，我曉聽，我不要講。我本時有聽。唔捌聽過潮州人講喎。嚇！我唔捌聽過潮州人講話，你爸唔是潮州人咩？你都冇學邊啲乜個人講潮州話？所以而家咧人用學邊啲學緊話。แล้วก็อุปาริว่าเลยจากหลังจากที่โอเค外國人是講 bonjour 好熱 bonjour 我是香港澳洲嘅人咯，佢哋。good day แล้วแล้ว hello สิ hello สวัสดีครับ 冇啦，睇下是 hello isn't me you looking for 我哋是較老了啊，較古。hello 睇下是咩啊？睇下人，睇下少年人是話你知。hi 山個 hi 就人係試下俾人呼是嘅。可以啊。冇就紅。哦，哇塞，對，你學吹紅線有多少卡？哇！我前個結婚喎，哇 ！OK， because 我聽到你紅嘅聲。哇，好有啊！我聽到你紅嘅聲，你係吹卡，唔係我哋 phone 入邊都吹卡嘅啦，冇。冇，一對有你淋巴邊吹你啊！你吹淋巴。你下邊寫咗嘛？我問講啊，John 啊，我正攞住整9日做咯，所以我諗嗰邊紅線。Yeah，嗰邊紅線真係吹啊！你30個所以我。嚇？30個做咩？你哎呀，我唔知30個是得。我講，你讓未 sense 到，因為馬來西亞嘅做是淡嘅做，即係大嘅做，冇像嘅 ，not is definitely different。哎呦，大作本是 OK 嘛？我啲苗本你是唔係是係大作，人工作嘅事啊？是咩？我冇垃圾。呀，對冇垃圾啦，你都未驚。我馬來西亞人嘛咧讓古無啲啊邊嘅人嘛咧都會掉咯。我個曬人我呢邊夾本是40多個特別。聽講升格話了個有攞 can 個蛋呢 set 蛋呢 J 蛋呢，那個 D L 有時嚇
喲，感謝，老咗啊，老一道時，個男細蚊叫係嘛？pattern 了係啦，誒，一隻 filter 是你爽嘅 filter，我頭先做嘅 filter 冇上 filter。啊 ，leave message 啲咯，係 story 係咩？係啦，我看到，但係你 message 係跟我計看到冇個人看唔？哦，是啊。嚇。啊，一本膠嚟啊，一本膠。一本膠特冇來。了。我特乜對一個來，對一個唔知聽。了，當佢講到啲把你教咗安怎拍，安怎燒椒梅。燒椒梅，我有一種話，咱個正要見咱個無講到。啊咩？煩惱啊！煩惱啊！煩惱啊！幾煩惱啊！你講嘅話新聞咁我咩新聞啊？我咩新聞啊？新聞好新聞。Apa khabar? Oh khabar baik. Khabar baik. Apa khabar? Assalamualaikum. 我想喺呢Arab Assalamualaikum si salam. Actually 我覺得salam. Assalamualaikum 就是韓國嘅안녕하세요嚟。哦。안녕就是 peace 嘛，所以 may peace be with you。哦 ，I see。是相意思嘅。哦。應該是啦，我。哦，안녕是安嘅意思係安寧。哦，安寧。因為佢只拍錢嘅嘛，係咯，因伊是講細國家咧，佢只可能冚平，可能不利嘅嘛，所以因為伊就是佢只拍錢嘅嘛，所以無好日子過，真正歹命嘅，所以伊就對面咪講日子過得好。哦，因為咪是講 Middle East 係邊上哦 ，Middle East 係伊樣家己歷史嘅咯。啊，嗰個是一人長人嘅好命，就攞都對面會食飽。係啦，好。對，哦，I see，對，Assalamualaikum是嘛？我聽講長人講食飽，啊，袂意思是講古早人長人個無類嘛，了食空口食得肥啊，人肚皮就講。啊，我聽，我記得有可能 maybe 我唔對啦，啊，我聽講。因為古早冇古早嘛。係咯。Hello。我聽電話，哎呦，誰？你聲無了。Hello。OK。咩做？佢接落嘅時候，伊無插伊入。Hello，哈哈。哎呦，我講聽，我 microphone 我未記包，又做兩包，所以我呢個包真不難。喂，你看我特擺我 show 做了嘅時候，我有時做落後，我落埋麥起來，了伊個未攝。伊攝一項，我咪就係可出數嘅特擺。我是嗶嗶啵啵，嘰嘰嘰，實不殺啲呢，啫呢。換啦，後面換，係兩片。我啲換兩支三支啊！我要看，我到對邊邊講到食咩啊？我 list build，我 list 到邊邊對邊邊食物嘅。我俾回浪看，浪 snap 我嚇，浪 snap 我到底到落去攤食，落地巴比好食邊嚟？落地巴比，落地骨。snap 咯，你有落地好食，我到落地巴比好食。落地巴比同我講到落去。Julia Street。我屋企有冇落地巴比嘅哦。Julia Street 啊？Julia Street 雲吞麵嘅邊？Julia Street 雲吞麵我寫起來，我唔知 Julia Street 就代表叫我對邊嚟時間叫人講。古根燈啊！要人生呢條路咯。我唔知到底到路，我係 geography 興我先識㗎啦，而家。Sorry 啦，我咪好特別嘅 geography 嘅咯。係咩嘅？芋頭米粉冇少食，冇講真正少食。伊咁老勁嘅，你哋食。代表講芋頭米粉都食得好食，你嚟就見食咯。我講幾好食啊！幾好食。我講我哋家己嘅世界。哦，但係講到嚟。但係講就 Prima Tanjung 哦 ，Prima Tanjung 對面。Swimming Club 嘅邊啊？嗰時Tanjung Bunga咧，我是Tanjung Island Plaza 嗰邊嘅。Island Plaza 頭前是條路咧，正超邊啊，起山啦，正超邊有3-4間嗰邊係咩？個呢一間，個呢是一個阿妹嗰邊胡大皮膚呢，唔係胡啊，係啲 spot 咯啊，你叫你講下邊，阿未交俾啱講，就快啲俾，隔頭個呢。
你一間胡巴米粉甲胡豆米粉那是我自己感覺好食。我說是我會記啊，伊講呢特別講呢是成落浪嘅一條嚇。對，是條落浪嘅，特別固定我一打咧，粉就好食，特別食咗去。有賣迄個，伊迄邊上一間店都有賣迄個，你叫咩啊？用豆腐啊，你看你未？古味個，我豆腐啱古味。哦，有，有差。你講是阿妹，阿妹對阿妹，我覺得固定我自己阿妹本真係好似係。多啦澳洲頭江嗰邊，佢哋 Lorong Perak 羅貝。哦，即係佢當佢講。佢自己真係出名嘅。你去食古根當阿妹咧，然後食到 train。我當你講條啥物我未記啊，芋頭米粉啊。芋頭米粉。我有同你講條是拍照開咗小照片。喂。我啱就係話，我就你講明話第幾個隻啊？一仔啊 ！Always。Hello，芋頭米粉兩個大媽人講嘅係咪？到Chulia Street 嘅是。雲吞麵啊，你 roti babi。其實 roti babi 我寫。呢隻當時我特豆味啦，我朋友愛食，我就記是當味啊。當佢買菜本朋克菜嘅，唔是講愛得一啖好食嘅。古嚟我是當時啲 Bloody 哦 ，Bloody Goose。哦，我 church 對面。係咪咧對面咧嚇？係要阿妹俾薄餅。伊是早起來報備，阿邊。早起，係咯，古近當時阿妹。OK， 我識。Chulia Street Night。Bloody good， 這隻要緊嘅咋？英國中啊？下邊無人 join 咱嘅迄個多喎。無人 join 你多啊？所以是講無。我要對路人交加大山卡，了去我去落掛了古繞，了去掛了古繞，然後咱要對去邊嚟？我未當今 I don't think 伊會多做成。豆嘅每幾耐人，幾耐 can 吞啊？無人 join，阿咩人除了我家己啊，無人。冇人啊！哎呦，可憐。所咱特別搞這個買到了啊嘛，所個即幫出去之後，你琴日都做無成哦。都特別不要緊，我家己去，我早起我家己坐 bus 去，是咪差唔多樣一點人？你來啦！嚇？坐落去食，你來啊！坐落去食。係，咱個走去啦，係咧即係我家己甲對即個咩嚇？右邊啊，右邊個大力鏡嚇，我家己來。右邊個大力鏡，咱無車，你對在路，個你白無了，咱去咱青子個嚴先生嘅話，會對路人去另外車，對路人去，特別咱要去到大山卡爾啦，แล้ว伊個掛了古老我有興趣要去食伊個特別嘅咖喱味，伊特別嘅咖喱味。伊人要做伊個鹹鴨類嘅味啊，我要去嗰邊位。哦，使，那是咱當然無做對嚇，咱如果去到一百咪是唔要緊嘅，咱就是咱有咗隻。有搞笑嘅使開車對咯。會使，那你看就是人家咁嘛。講多少冇來去。會使嘅叫我車咧是，咱當然 unofficial 咯，咱講好事啊嚇 ，Snapchat 嚟啊。Snapchat 講啊。แล้ว特啲 topic 是 Snapchat 嚟嘅。嗱，使家己咱家己照啦，成個咱咩呢 official 咯，就講嘅咱其實咱學車記得咯，咱一定嘅啦。我是講做一個話，若是講咱要隨車係咩嚇，若是講咱做一個要去嘅人啊，要去嘅了人，就一人咱是隨 van 嘅時候咪較大頂嘅咯。because 咱我感覺應該中可能去嗰邊了，愛刷大就刷啦嚇。會使，了往愛去較遠啦，我嘛是家己去哦。了往個路家己去啊，咱去吹南西，咱去食下邊哦。咱個大真正合手會使大啊嘛，當然。爽。當拜過過來啊？未，我拜過，我唔是定掉一節嘅咩？拜過來了，我咪 miss 掉我嘅 dinner 去。哦，你拜時嚟㗎冇？我是拜三、拜四、拜五，不，拜四、拜五，拜四、拜五啦。
拜四拜個拜啦。就咩？我拜過梗係再咯。是咯，拜個阿妹個係再，拜個阿妹。做間搭車睇下啲神嘅喎，拜個妹啦，拜個妹。使。係使。แล้ว舊時咱個講往 unofficial 咧是個 announce 講我咪對到啦來人就來咯。我就俾看即個大力鏡加右邊橋啦，但是樣冇起來，咁我就未曉啊。嚇，就是人就要去，啊無我都唔知要去到咯。我咪想，特別我人嘅我衰車較大頂嘅啦，會坐4個人啦，所以人巴如3人咧，所以我會知到加一人。加一間，我會知到。你人咪是要去啦，用兩三車要去。你我個未有換車咧，我個未有換車。你搭架車啦。仲這麼多？我未有換車，我未有換車到對馬來西亞，我浪死人㗎了。係咪？你做我叫好病嘅，咁都未曉。喲，我未有嗰時安尼一年我未有。嗰時揸手柄啊！唔是揸手柄到手柄嘅時候，伊是樣我頂擺真係驚要賽車喺美國啊，那是賽車喺法國。睇下我無插啊，係咪並冇咪踩啊？亂來哦！一關事了。哦，我唔是並嘅時候，我是伊個。單行即係人。冇人追去。這邊花車就係風險嘅事啦。冇啊，我小是安尼款，你若是會知條賽車啲花車啲 KL 加檳城啊，你打落會會本嚟。唔攞。是我檳城我冇咩嘢啊，檳城。咪無坎坷啦。我講揸景咧，我冇 license， 我冇 license。咩咧？咩 license 啊？你用佢美國嘅 license，你會用夠加3個月。我唔特別拖 international lesson 咩啊？唔使。哦，我識去水車。有啊，旅行買水車嘅時，人安怎做啊？哦，我識做3個月。你會家己所在嘅 lesson 會用嘅，夠加3個月你會用嘅。哦，那大邊較久我跟你用。3個月，然後你就要拖伊人嘅家己 local 嘅 lesson。啊無你就要有 international 啦。無你就要有 international 咧。阮條本也得你對去啊，你家己無人做，無人接招，你家己逃走出去順本會。Uber 咯。啊？我 Uber。你10部的士誒？我操！Vivi 爸爸。Vivi 爸爸。媽，安尼伊版本個在甲落去啊。總之嚟在我是版本一支茶機就啲版本。哦，安尼個石頭啊，咪加了本加餐本寫啲內邊咯。北京嘅啊。所以咱到時咱個看，咱咪去多一邊，我特別咱有興趣人個甲我講啦嚇。แล้ว我講唔拜點先嘅。所以咱當然無 official unofficial 啦，都免驚講嗰條小女係咪物件，就我嗌去啊，你無來你耍一拜，咁免等咯。我搞呢個。Because 我是要去係你，咱講過嘅位，咁了我要去，我要去是要去食嘅嘛。所以咱講過嘅了，我要去食嘅了，你咁安女嘅位啊，咱去食咧，咪去確嘅了，我要去食。希望即個後邊個會去啦，後邊那是伊，但係點知咱實時有講啊嘛，講就是咱做別事麼好，咱家己去嘛，咱講學掉咱大一間會使講。做有幾嘢，你有告訴講？呀咪，當然上少人，若是講咱自行車40人嚟講，就有幾這個問題驚。較少人啊，特別我個時候我講過告訴講個爽我嗬。喏。OK，แล้วก็ไม่มีการแล้วก็ไปคำตายแล้วก็另個隻話題即係話題就 out 咧，唔使講嘅。你 Snapchat 啦，喲 hip hop กับ pop hop， 唔係 hip hop กับ咩啊？小椒哥。小椒妹。小椒妹。小椒哥。小妹，我冇聽過，特別我冇關係講。greeting 小椒妹。對。咁我咪見下，即我哋是講嘅，即我哋是dot 講嘅，一個無來。係冇？dot。
博講嘅。哦 ，suggest 嘛，我諗一個冇嚟。呢？嚇，攞 Pokemon 嚟啊！我唔是，我 suggest 講 Pokemon 嘛。有啦，我寫起來啊！我成日你指數啊，don't think Malaysia 有 release 本樣嘅啦。條 ban 咧嚇。啊 ，maybe 條 ban 嘅啦，死你字啦。Pokemon 有人死，有人死。有。伊我哋講啦，收拾人嘅厝嘛。哦，真係有嘢冇嘢。蛇絲嘛。喲。啊。我冇有咩情啊？有你咪是有嘢，我唔知。真係我 radio 播啊，是真嘅 radio 播嘅。Malaysia radio 係八屆啊。radio 播，Malaysia radio 播。阿涵嚟啊，阿涵！哎呀！我 at 了 ，Snapchat 我 at 了咯。阿涵咧，阿涵我咪是有。阿涵落去我嘅這線入邊咧，學勁格機到啲 Snapchat 啦咯。哦，是咯，爽。澳洲睇下幾點？阿妹啊？12點8字。哎呦，啱咯。12點8字，誒，你走啊？你快我1點鐘嘅。我6點鐘咯。6點鐘。你快我1點鐘嘅咯。對，快韓國點鐘。兩快我13點鐘。แล้วก็เตาแก๊สบ่ไหม้ 我嚟前估啦。เดี๋ยวเตาแก๊สบ่ไหม้เตาแก๊ส去插我俾梅啦，你帶冇乜隻佢喎，因為內子嘅咖喱麵啲嗌。啊，我俾企。哦，有。好笑嚇。有啊，有。做虎啊！我負責我大啲星期三卡呢，我到過去為行路去買。阿涵啊！伊對面嘅咖啡店，伊嘅咖啡真好啉嘅。誒，佢之前咧做 homesick 啊，講 homesick。你阿妹個當劍個特冇 excited 個先個，你個 next round 能 recording 嘅時你 homesick 嘅時啊？我當劍個有本事 refuse 買隻 Papa Rich 個。嚇？係咪嘅？我未聽到我講咩？我當劍個有本事 refuse Papa Rich 個。哦。你愛食爸爸肚咩？嚇？爸爸肚你 DK 有食咩？我冇食誒。係啦，我嘛是冇食誒。特別你爸爸 Rich 我就是澳豆，我就冇名隻澳豆。冇，問題是你啲俾冇辦法了嘛。爸爸都好，這是好嘅人食啊。迄邊價真貴啦。爸爸真係貴啊！那是貴啊，差幾條13塊啊，澳洲類。對啦，爸爸你食爸爸有鐳可以食嘛？我諗13塊，應該13塊啦，40。特別你看物件呢啦，我老實講啊，我來這個吼，若是你住喺韓國找條工，正趁食嘅話啦 ，actually 啦，這個物件袂歹。哈，這個物件真係balance嘅，哈，伊真係 balance 嘅咗，伊無想講我上到對住你先啊，貴啦，累追咗。我是想到對，若是講，of course 你講你啲旅行嘅話，你 convert 對 Malaysian ringgit 嘅話 ，of course 比較貴啦。但是你用 Malaysia 賺嘅鐳價，對 Malaysia 就貴啦。Malaysia 真係貴。對，我頂當時我就是每晚嘛 ，because 我唔捌到啲Penang，唔捌到啲 Malaysia 做工嘅，我是我今日接兵了，我才實做工嘛，所以我冇咩在講行情嘅，然後我咪是特別 actually 對其實你看到人開你而家成個樣在印抓字咧，反正對唔對？對。所以我看人開你，我講我每晚嘛，我講哇，我對若是講我到啲 Malaysia 嘅時，我看到人開你，我講樣談，有啲是談真濟貴。我人一邊談啦，嗱，講你談一個月談1000塊港紙，有一邊你到啲美金啦，你到啲黑邊你就是談那個3000塊啊，是4000塊啊，就你看到是少啦。你看人開你成講，我對佢我就成講我開美金嚟講，我講哇，我係假開淡薄，我差唔多4刀嘅鐳嘛，對。
我講我成日個有人紅險成日有累去，我感覺就哇，我俾啥阿 John，我甲你講我 experience 啊，因為我對佢我頂年啊對佢啦，我對佢半年啊，我有影開誠濟累啊，特別我 feel 到啊，因為你知咩事？我人都係經營外國啦，咱唔敢買物件，因為過頭貴啊就，你對影去那邊你將時開啊，人。我係真正樣看到嘅時啊，哇！你邊仔講哇有鐳啊，點開，也唔知講我哋這邊隔離物件9隻貴，你知喎？我買我買4、5箱，我買3、買5、6條、10條對去對本，成個我做我去那邊啊，我唔是去啊你20塊一條嘅，我會買50塊、70塊一條嘅衫咯。我哋這邊啊25半啊一條。tapi你啲英國賺嘅類金紙本比較貴啊，唔是咩？你成日講我唔制落直類啦，講2000塊英鎊嘅話，3000塊英鎊，你買一箱25塊英鎊嘅水就便宜啦，唔是咩？唔是，我講買啥冇可能嘅就要買4、5、60半了。我是啊。因為啲我就是嚟一禮拜話，但是我正特別話真可能嘅，即係隨機嚟15半嘅啊，15半嘅你買就拖呢。特別有可能英國較貴，特別我是講嘅是，我是嗱對其實成我成開你成講哇，我感覺我成好驚咧，特別嚇，我係到啲我身邊人，咁樣咪是人哋講下，我朋友咁樣咪是去Starbucks食嗬，20-30塊，我講嚇，即係20-30塊，就真係。特別本身是真奇怪咗，唔是就等人分攤3000塊咗，你冇理解？有錢一少人嘅，冇都只會知2000塊嘅，要按咗一個月就知。我係俾2000塊呢。我唔淨係按咗佢就知咗。啊！我就是看我朋友少年，你無都出來做工嘅啊！按咗樣一禮拜去啉一後 Starbucks，啦，無時會去看戲啊！我家己都唔敢開咗，我哋邊睇到啲少。有你面講車講厝啊！就一路背後車後厝，你講厝對。我甲你講啊，我到這邊啊，我到這邊半年啊，我到 from Malaysia，我對來這邊7月啊嘛當今，我2月幾啊對來差不多半年啊，我一到去台我都無去看到過。我到正冇啊！我啲馬來西亞我看10幾隻擺呢度。馬來西亞去大陸辦嘢都制哦。馬來西亞你講啊！馬來西亞你出咩辦嘢？辦嘢啊！兩比台灣比香港嘅辦嘢。辦嘢咯。就是我就甲你講啊，物件，所以我甲你講啊，我哋到這邊我哋無開類嘅。伊樣想講，我對我意思是講，你對你 from 外國啊，你對去啊，你親戚。你加開了不？你加開，你開嘅你啊，你讓別人邊啊身邊嘅人看到你上講，你成個有類人啦。伊上你到底英國特基本上嚟講開啦。啊，明白，就是一個安尼款，伊上講做英國是，哇免，你行入去，伊樣看到你行入去你點位啊？你買啊出來，你夾你就抓落出來啊！你親戚問你，你做咩事無介意傾安怎計把件嘅？甲伊講啊，我唔係把件啊，我有影誒，我良心我 feel 到佢哋物件搭佢哋嘅錢啊，我唔介意把件，我無必要，因為是我介意把件甲了去啊，把件甲伊5塊10塊，我這邊啊，我行入去，我看到你 price tag 啦，我家己夾我家己貼我係 converter 啦，我就知講偏啊5-6倍，啊無偏啊2倍好，我就感覺到我買到便宜物件，伊樣看到會死。我講我做我到底我是偷對其實哦，我咪是做隻物件啦，就大部分成日我嘛看我嘛嘈我咪，伊講哇了類，你好講我到底。我到底9月3號時我差唔多半年啊，我朋友啲 plan 咗人小學畢業30年嘛，所以我要去我小學畢業嘅 dinner 啦，9月3號咯。咁我咪是 plan 好時啊，半年啊，講要去啊 ，OK， 咁咧在為嘅咧點，然後拄好我嘅親戚家己人到底甲人報教應喎，然後我只識嘅親戚啦，你我講愛去咗，
แล้ว我甲我的 cousin，這是我的，按照堂哥那講啊，堂哥是 cousin 本。你是誰人嘅？cousin 啊，上本啊 cousin。伯兄。即伯兄啦，即伯兄就講，你若是講是較細漢嘅咧，我 cousin 較細漢，即伯兄弟啦，做咩數？即伯兄弟啦，即伯你啦。哦 ，OK， 我係即伯，我唔要講啊，你講你即伯兄弟就好啦。我即伯兄弟。唔係，別使，係學兄弟啊。對，即伯兄弟。即係兄弟誒後生啦，然後伊細細漢我看伊大漢咧，伊特擺我對吉隆坡伊只好交代嘅，就特擺講往在機在路嘅嘛。然後有時我咪是講，哎呀我特別去，咧伊講我教我即伯個，即伯兄講，哎呀我阿妹有電話，我講無路來 Apple 咯。我講了，我咪是講 OK 我去 Apple 伊個 ceremony 是到12點半嘛，然後我嘅 dinner 是個6點幾7點就肯實啦，到啲平頂啦，然後伊個到啲吉隆坡啦，到啲吉隆坡，然後我咪是講 OK 咪見到我坐飛機咯，我早較早之前是我對我嘅媽樣都就落吉隆坡，然後我就去咗伊 ceremony，然後我就使坐飛機對嚟咯，然後我媽就足叫喺度，阿媽講。你記住佢名企㗎好，我講唔係我攞嚟會企嘛。然後我講唔要緊啦，我講飛機就是做下人會企，人哋看飛嘛。然後我係cousin就在，我cousin because 伊只食伊大擺飛出，伊講誒啦，你12點半來好，伊講我講你玩書包會去到呢邊去，你較近，所以我就飛書包咯。然後我咪是買你馬林多嘅飛機咯，because 飛機嘛。咪你講話要60幾年是60幾個呢？當金嚇參 tax 㗎啦，60幾個。你俾拄會到點聲就好啊。了我嘅 dinner 嘛是6點半7點半係咯。我講我咪是坐6點嘅飛機咯，我到啲吉隆坡嘅嚇坐6點嘅飛機，然後我對嚟啊咪是叫正7點咯，我三個會付啦。因為是我較早嘅時我個吹另外一個咩 Firefly， 我看 Firefly， 不過 Firefly 就較貴淡薄 ，Firefly 嘅飛機是5點，然後伊較貴，伊是成 double 嘅 price 啊，所以我去買馬林多嘅時候，我講那時我較早搞 app， 我驚講我買付我是買4點嘅，馬林多我買4點嘅，我到底伊個 ceremony 嘅起到加飛機點，我驚買付坐4點嘅。我買大時，我買6點一條，4點嘅時候，我成早搞較早就坐4點，搞較晚就坐6點嘅，我嘛錯啊！我嘛錯啊！我咩女啊？哎，你冇計講450塊，我請我比賽黑就無伊啦。伊出去食到。喂，你係咪數？我看到60幾塊，我冇買，我冇買我冇買，我今日買一條呢。But then 我看我嘅 credit card charge 嚟嘅時候，我你講唔知14塊15塊呢嘛 US dollars， 我15塊，嚇你辦機我講 OK 我買幾隻隻，有時我係較早搞，我咪是較早對咯。哎呦，雖然我嘛錯啊，但係阿 John。我有影會了解一個物件，我甲你講話，我買啊物件，我對個去因為我較半年啊，我住我一個厝啦，住我阿姆個厝啊，人對嘢我互人暗甲我有影，買安尼貴啊，安尼貴。特別我只鹹食嘅，我講聽我到啲馬來西亞，我買嘅衫係咪物件？咁了後，我無愛買成個呢邊有票咧啊，有票啊對。我都無，我無買。我第一搞不是去買 Uniqlo 嘅衫，我買迄條 Uniqlo 嘅衫咧。英國本無嘅，我買嘅是較特別一樣，有迄個Mickey Mouse 嘅brand 嘅，我看較等水，我去買呢。韓到去做啲澳洲。到去澳洲都買。當你讀冊個無上，你做工個無上。哎呀，是啦，我對去，我啲 evolve 對去一個做我 parents 嘅 parasite 咧，同佢慘喎。所以誒爸爸會。是啦。
你當你讀聲嘛，讀聲，讀聲，OK 小蛋啦，你快啲講完鋪咯。有小蛋，仔點啊？我注定係講你啊，除工咗咯。哦嚇，你使做工嘅嚇？你使做20點正一禮拜。哦 ，OK， 8點啦，20點正少咯。係啦。Lucky，爸爸你做工啦。普通9 to 5點40點正咯。嚇，爸爸你做工個攤子啊，咩累？哦。แล้วจิบแมนจับซาคอแมนจับซาคอแล้วไงลุยแต่เบี้ยเดียวเจียแมนคนลูกเห็นมาเลเซียฟุตกันแล้วเดี๋ยวเขาของต้นชาลูกที่ลุยแค่แล้วจิบลายมือลุยที่กายอันจะ做ลุย咪 explain 我一聽哦是哦不好係啦佢爸爸你做嘢啊爸爸你做個頭髮 good idea 我有你有一間新開嘅爸爸 rich 喎，有冇？做咩點？講到爸爸 rich 啊 ，LA 成個是有一間啊，當間。我沒有看你啊。係啊。我未去到個。你先付啦。你付啦。爸爸 rich 啊。有哪間Philadelphia 本有啊 ？Philadelphia 冇啊？哦，我唔知。我可能在嗰個我想聽，我because 升咗我到 LA 時，人講爸爸 rich 會開到呢邊。伊人到底 US 真係 aggressive 啊，出邊開。Yeah，有地方嚟。But if you get franchise license, you need to agree to 開5間 within 1年。哦，伊看伊個 franchise 嘅 requirement 真係high。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啊！希望咱到底迄個本來學嘅去對本來學嘅網友會去對我嘅即個 hip hop 嘅 Snapchat 嘅對話，了就是講咧，招唔會使，招唔會使對，招 hip hop 唔會使，咁樣做個了啦。hip hop 招啊，有 Instagram 啊，有咱去本來學嘅網友以後特行咁樣 list 啲嘢，咱看。แล้วก็ฮิปฮอปแล้วเราสิก็เราไม่ใจก็จุดๆเหรอว่าบอกว่าฟีเจอร์จะเลยเป็นอะไรฮอปกันเนี่ยแต่ไปแกปินสิเทียนจังตัวที่ว่า Snapchat เลย所以你看到時看你ว่าเป็นฟีเจอร์อาหารเนี่ยฮะว่าเห็นSnap ก็ตัวที่เป็นอะไร出來อาหารเนี่ย阿長整好特別看我係 Snapchat 嘅喎我特別看啊我知Hello 我看一知啊人看都會知啊伊唔講自己看咩我食㗎，特別有 ANG 啊，冇 NG。你刷住超啊！我食㗎看亂，但是我食㗎，邊啲學嘅人對住先。你看我看，我係成日，我冇成日拔掉亂嘅可能。有嚟人成日亂個幾來費時，咱拍個攰啊，你咪是冇看掉咯。你係對我，你是看掉我成日，我冇所謂特節嘅，你 live 看掉嚇。我打字bằng laksa xa là叉幾條？係，使成話啦，成話。有啲想啲是forอาหาร嚇。我記到。見到咯。乜就到咯。我當機咪到咯，我當機到咯。開車別開車用啲 phone。大媽，夜晚我不是用寬嗎？南西咪是用寬，咪是做到咯。搞掂緊了。其實講鬼嘅個數是，咱講鬼嘅個數。人講我流浪，我唔係流嘅。咪估啊！別單人聽就杜蘭講啊。哇啦！聽杜蘭，佢講下面少年就是10歲，講30歲喎。杜蘭是佢哦。對，即個時你看嘛，即係 Snapchat 嘅 audience 啊，即係12歲起到30入幾歲 actually 啊，แล้ว30好啦，咁แล้ว show ไว้咁แล้ว就朋友咁แล้ว佢35歲好，叫一樣，你識對車啫，參加者啦，嚇 spread 咧邊咧學嘅，然後借 Snapchat 嚟啊，嚇，嗱個到底後邊 Snapchat 係報告物件，咩爽？真嘅，嗰阿蕉 Snap 玩下蕉，啊，別同你都放棄就當嘅位。阿蕉，阿蕉講 I love this。
你看到應該點？你誒？我做下上班因為你我六點係幾鐘到三。我看到。等陣我去叫我電話。你應該點？喲。什麼 filter？OK 啊，當今晚看大咧是到底嚟講幾個數字？幾個數啊 ？Snapchat 幾個數嘅就刺激嚇，讓 Snapchat 你個看就幾。啊，我未啊，係咪未？你 keep 呢Hokkien.com 嘅榜樣，還是你俾 app 話 ？OK， 當緊看大下禮拜嘅講句啊，下禮拜要緊特別對嚟聽我啦先嘅話題。然後若是講攏食青3個月8號300嘅食青，慢慢去考慮啊，你較早考慮嚟講，考慮個談一個 special gift， 你 special gift 就特別嚟啊，攏特別慢慢去參加。然後你單你單啊？你看到？我係單外你有啊，我係單冇有啊。哇！我睇見我諗 snap，佢裏面叫嗰人變得學嘅人，嗰人 snap 冇上冇上。我買。你咪 FaceTime， 你咪 interaction 呀？我買晒你話幾百100多嘅啦，我 FaceTime 我是叫了，我買晒啦。我諗佢冇上 angle 嘅了喎，佢哋話你話變得學嘅人冇上 angle 係看。阿John，你舊時啊，你 set 幾集隻 GoPro 啊，嗬，都計特別大碗頭啊，然後都係做 live 嘛 ，live stream 嘛 ，YouTube 嗰啲嚟睇嘅。我是會要緊是咧 Snapchat 嚇，我背變得學嘅嚇就跟 Snapchat 就關係啫，依個關係。誒我講掉關係，係咪關係？有咩關係？我同我講嘅關係，我特別講關係嘛，等住我講，我講就是啲 podcast 嘅事。我講變得學嘅加 Snapchat 嘅關係啫，真係愛，因為就是人 podcast 嘛，人咪 chat 咯。แล้วอีไอคอนอี即係 logo 是鬼嘅嘛，那本來學嘅到禮拜講鬼嘅個數嘅嘛，你冇看呢？然後咧，咱本來學嘅呢，本來學嘅唔是成個話啦，本來學嘅呢 Snapchat 嘅 good 係，就是穿條本來學嘅嘅 T-shirt 嘅嘛。啊，對，就是這條，冇我穿 BGHK 係條，你把就是咧嘛啦，把就。OK。我開啦。像啦，我本來學嘅呢，本是 at 這個你本來學嘅 Snapchat 嘅啊 ？Actually 冇，是邊是上水嚟，上水嚟 Snapchat。我點解要做咧？我想講，我 start 是本來學嘅呢，特別，我想，哎呀，你麻煩都咪搬落嚟，我可能換 account，感覺，我直頭講，哎呀，做一嚟佢嘅影啦。Anyway 條，你又是成日變咧學嘅條，你要看我做嘅物件，佢就是我 between 那 show 嘅物件嘛，嗱，安尼之類，佢特別我 customize 啦，係了。這位是你來，安怎做咧？我自己做啦。哦。我自己等陣。一 design 發咗，係咪？對來。是。有未？你話呢個嘛？我會。OK。哎呀，是錄來嘛？是我來啦，我啲有啊。哦。係咪臭味啊？都看是成個變得學。OK 啊，所以你人我講聽人，哎呦，我咪 feature 你人無相嘅變得學嘅對話啦，嗱，是講攞愛嚟講啊。你成日你成日俾吹到別你，變咗學嘅你朋友啊！你使同我講咧，是我特啲 Snapchat 嘅，我使 feature 之類之類，所以我看到我咪對阿漢咧嚇，我使對我 Snapchat，我把只是我幫伊嘅 Snap code 出來，然後我是幫伊嘅寫伊嘅 Snap name 出來，係嘛？我比較用哦。誒，我講。你少人叫有我都劇頭整。好先嘅啊！即係物件都我諗真係無興嘅。嚇 ？UK 無興 Snapchat 嘅咩？無，你去問看有人會用哦。
嗰啲鐵數Pokemon就冇人用出嚟。Pokemon 是真呀厲害，我規個Melbourne嘅人本去用。啥物名？啥物名？Pokemon Go。哦 ，Pokemon。哦，我想講咪飛機，我唔知你講咪飛機。我出邊馬打本。我Android app 變咗。你去YouTube research 個 Android 用，because 我看到呀，但係我只 show 了，時你去聽只 show， 頭正。OK。拜拜。你有昨天嚟講幾個數？ Have a nice trip. OK，拜拜。拜拜。昨天嚟試你 jet 啦，拜拜。拜拜。안녕하세요。Sayonara. 안녕하세요.